咁我開心咧就請到呢個嘅參與呢個特首嘅參選人之一，就係梁振英先生接受都係熱門嚟㗎啦，係好熱門。我之前嘅訪問兩個冷門，今日訪問個熱門。咁你唔好咁講啊！真係哇，得罪人啊真係！呢個熱門當中嘅熱門，同埋咧口才了得，唔敢係咪？口才了得係啦。今日遇到挑戰啊！我哋今日遇到挑戰，咁就其實就想先問咗一啲嘅宗教性嘅問題啦。一如以往，我哋幾個即係接受訪問嘅人，就係你自己本身有冇宗教信仰？我最早接觸宗教咧係天主教，係3歲幾嘅時候咧，去一間，我諗嗰個時候都應該算係卜卜齋喎。嚇唔知係幼稚園有幼兒園，總之我3歲就其他啲人5、6歲、6、7歲都有喺埋一班，係屬於教會嘅。咁嗰時咧去下教堂，咁啊跟住就去到中學嘅時候咧，我都參加過一啲天主教活動，但係我唔能夠話有宗教信仰，因為我對宗教信仰呢4個字咧，我自己嘅要求比較高。要求嗰啲，譬如我對我自己要求高嘅，對自己要求高，但係應該講我係有信仰嘅人。我睇我自己咧，老實講，我係對精神方面嘅嘢或者靈性方面嘅嘢咧，我個要求係喺生活當中高過物質嘅。不如我調轉個問題問一問你，你係屬於有神論定無神論者咧？我冇研究過呢個問題，但係好多宗教嘅活動咧，我都盡量抽時間參加。譬如香港六大宗教活動，同埋我都有時間，我睇嘅書當中都包括一啲宗教嘅書籍。我唔能夠話係一個無神論嘅人，但我冇宗教信仰。我其實有好多嘢係認同一啲宗教嘅教義嘅，包括對公義嘅追求啦，人與人之間嘅平等啊，即係好多一啲精神啲非物質嘅嘢。其實我想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你幾時開始去考慮參選特首嘅？大概2、3年前。2、3年前。大概2、3年前，主要個原因同埋個動力係乜嘢咧？睇到香港積聚落嚟嘅一啲深層次問題越嚟越多。包括乜嘢咧？我哋而家大家都聽咗之後，有啲心噏嘅一啲負面嘅關於香港嘅一啲講法，其實都係過去嗰2、3年突然間出現，然後突然間咧喺社會上蔓延得好快。譬如話深層次矛盾，譬如話邊緣化。香港3、4年前都冇咩人講香港會被邊緣化嘅，突然間我哋擔心我哋嘅經濟發展嘅未來，我哋被邊緣化。貧富懸殊、房屋問題等等呢啲嘢，所以我自己經常都講，我話我係嗰種為咗做事而做官嘅人。我做公職，再之前嗰啲香港政府嘅諮詢委員會嗰啲唔講啦，大家比較記得嘅就係乜嘢咧？就係同香港回歸有關嘅職務啦，諮詢委員會。譬如話1984年開始我搞聯合聲明啦，85年入咗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啦，後來做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嘅秘書長啦，跟住做預委會嘅組長，然後做籌委會嘅副主任，咁啊身水身汗啦。84年到97年呢13年嘅時間，香港有一段時間都風雨飄搖啦。我經常望翻轉頭，我都係咁諗嘅。如果香港唔係有回歸嗰件事，我唔會拋個身出嚟去做一啲咩嘢公職啊等等嘅嘢。咁但係香港確實嗰段時間需要人。我自己冇外國護照，我冇打算移民。我1989年生第一個仔女，跟住多咗2個，亦都冇諗住叫太太外國生，為佢攞外國護照。我希望能夠同呢個地方咧一齊度過呢段挑戰啦。咁所以就拋個身出嚟做嘢。咁到咗96年底嘅時候，當時覺得哇，好多移民嘅人就翻嚟啦。香港終於冇事喎，咁大家對好多香港97回歸嘅擔心亦都冇咗啦。嗰時香港嘅儲備好多，我哋唔知道咩嘢叫做貧富懸殊，唔知咩叫做缺乏向上流動力，唔知道咩嘢叫做地產霸權，唔知道咩嘢叫做被邊緣化、欣欣向榮。嗰時甚至乎有一個講法啦，哇！特區政府咁多錢，嗰個中英土地基金又撥埋落嚟啦，諸如此類，嗰條利息又高，淨係收息都唔使收稅啊！咁哇，香港啲地方幾正咁。咁我嗰時就話，我 N 屆都唔做，我收工，因為點解咧？民安啦，係嘛？
我做咗10幾年，嗰10幾年都好辛苦嘅。咁啊仔女又細，咁我 N 屆都唔做。而且嗰時阿董生出嚟，大家都好支持佢。咁大家拍爛手掌就話：哇！香港嘅地方真係福地，連阿董生咁嘅人都俾我哋揾到嘅，咁啊各個方面都非常好。咁啊回歸咗之後，我哋碰到一樣嗰樣嘅啲問題。咁所以答你嘅問題咧，就係2、3年前開始睇香港確實有。但2、3年前其實係政府嘅施政出現問題啊，定一個社會複雜急速變化快咗咧，以導致咁多矛盾性嘅咧？都係多方面嘅原因嚟嘅，內外都有。一個就係我哋嘅周邊經濟體，中國大陸又好，台灣又好，新加坡又好，南韓又好，等等發展得非常快。有一啲機遇我哋掌握唔到，有一啲挑戰咧就我哋正面受晒。咁所以係多種因素嘅。仲有一個咧，我都仲係最近嗰1年半載先至碰到嘅。今朝先至同競選辦啲朋友喺度探討呢個問題。過1年半載咧，講好多香港日後可以點樣發展嘅嘢，講一啲正面啊積極嘅嘢，希望大家能夠可以掌握好呢個機遇，一齊為香港打拼。越嚟越多嘅朋友咧係覺得灰心，甚至死心嘅。我哋香港而家個士氣真係有問題，唔一定係我哋嗰個本事嘅問題、能力嘅問題，我哋嘅士氣開始有問題。就老係覺得我呢個社會咧，做啲乜嘢咧，好似交唔到功課啊，唔成功嘅，我哋就整定呢個地方就輸㗎啦咁。我覺得呢個一定要改變佢咯。不過我哋咧有理由都懷疑你對民主制度嗰個嘅誠意或者信念，因為點解咧？喺86年嘅時候咧，我仲係記者嘅時候咧，你就係諮詢委員會工作喺一個會議上面咧提過民主制度嘅時候咧，你曾經講過嘅，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就話民主制度你想香港好似印度或者菲律賓啊咁樣。我唔知你呢個睇法有冇改變過？唔係，可能唔係 exactly 嗰啲。喂，咁我哋都唔希望香港民主制度之後變成菲律賓㗎喎。即係我唔知你對民主制度啊，我哋叫普選啦。其實你個人嘅 preference 係點樣樣咧？當時雙方拗8直選，又或者喺基本法裏邊咧，應該係442方案啊，5方案嘅時候咧，兩方面都塞一啲例子，就話到底民主制度對一個地方嗰個經濟發展嘅好處壞處。其實呢類咁樣嘅例子咧，其實係冇乜大意思嘅。民主制度有啲好民主嘅國家有啲好先進，好似歐洲或者美國咁，亦都有啲好落後，好似印度、菲律賓咁。咁雙方攞啲例子出嚟講，其實都冇意思嘅。香港係應該發展民主嘅，同埋香港呢個地方咧我哋或者我應該咁講嚇，講少少故事。我哋而家呢個選舉委員會制度，1,200人有投票權。而家就係我哋今天嘅制度嚟嘅。我大概3-4個月前開始，我晚睇大概100個 email， 都係啲完全唔識嘅香港市民俾個 email。好得意嘅，好似八股文咁，每一個 email 咧，佢嗰個段落都有規律嘅。佢第一句説話咧就話：CY 加油撐你。第二句説話咧，對唔住我冇票。跟住咧第3段咧開始都冇票。第3段開始有啲酸，就講政府，講佢哋對生活嘅睇法，都係啲比較負面嘅嘢。你將一篇一篇咁睇。然後一日一日咁睇，有個好清晰嘅一個圖像，有乜嘢咧？就係因為市民手上冇票，市民手上冇票。2017有啦。係。希望。2012年佢冇票，佢覺得咧，用英文講我唔知中文應該點樣譯下。佢覺得佢被 disenfranchised 咗，佢被 disown 咗。因此咧，佢同政府有個 disengagement， 冇份參與嘅。冇份參與。政府嘅施政咧，有一部分我都有份喺行政會議嗰度睇過，咁出街嗰個出發點好好嘅，個設計都好好嘅。出街之後，因為民眾覺得佢冇參與，而家政府咧佢冇投票選出嚟嘅，
所以咧佢覺得呢啲政策咧，梗係有啲咩問題嘅，所以咧佢抗拒。所以我又翻去開頭我講嘅，我對啲政治上嘅一啲理論啊、主義啊等等，我真係涉獵得唔多。但係實際上或者實務上，我哋係好有需要咧，俾市民有參與，或者咧今次我哋仍然唔係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個政府選個行政長官出嚟，我都要俾佢有個參與感。所以我提出我而家寫政綱咧，我話全民一齊寫政綱。所以我嘅政綱呢一個我尋日出個房屋嘅政綱咧，我都叫房屋政綱諮詢稿。希望大家有參與感。落去2017年嗰個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我哋應該做好，因為喺社會上香港人係其實係好聰明、精力好旺盛嘅一個群體嚟嘅。如果我哋可以 empower 佢，令佢覺得佢呢個地方咧係屬於佢嘅，呢個政府係屬於佢嘅。政府嘅領導人嘅產生，政府嘅產生，佢係有參與或者至少有參與感嘅。我覺得我哋呢個地方嘅力量可以大好多。普選咧，我想講個問題咧，我其實明白到你嘅答案咧，嗰個有關參與，但係普選咧，我覺得2017咧，如果睇個形勢咧，個參與咧將會係全民投票，但係咧個提名權咧始終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如果係咪能夠達到真正嘅普選，即係如果你真係做咗特首嘅時候，你會爭取一個點樣嘅提名門檻咧？我覺得應該盡量寬鬆啦，盡量寬鬆，盡量民主。不過呢個呢，亦都有另外一邊嘅考慮嘅，喺社會上呢，仲未討論，所以我希望如果我當選嘅話呢，社會上能夠盡快去深入啲去討論。嚟緊呢幾個月呢，我睇有好多種種其他問題，大家都要傾，唔一定有咁樣嘅精力同埋時間。就係乜嘢呢？我哋嘅提名機制，最終讓我哋提名幾多人出嚟，面向全港選民。3個、5個、7個、8個咁。如果我哋嘅要求越低呢，產生嘅候選人嘅人數可能就會越多。咁跟住嗰個問題呢，就係話我哋會唔會有一個要求？我問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會唔會有一個要求，就話無論係幾多個候選人參選，到最後當選嗰個候選人，佢係需要攞到我哋以百萬計嘅選民嘅過半數嘅選票嘅，有冇一個咁嘅要求？因為話簡單多數就算啦咁，咁呢個我覺得相關嘅呢啲問題，所以係需要去討論嘅。在我個人嚟講，我持一個開明嘅態度。大家大概喺過去嗰幾個月，我自己唔係淨係我講乜嘢，而係從我自己嘅行為當中，大家都可以睇到咧。我自己作為一個參選人，我係比較開放自己，同埋我係比較願意去爭取市民。唔單止支持，係爭取市民嘅參與嘅，所以我自己嘅整個思路係咁樣。